来继续来看婚林大比乡公所，为着要让顶头的文化传承予下一代，特别来举办着武馆顶头艺文展览的活动，现场是热闹滚滚。 金光闪闪的狮头，人家大凯观众看甲目睭唔甘呢。现场也有其他强调阵头文化，有拍拳头的表演，嘛有灵奇的阵头。大比乡公所为着要让武馆的阵头文化会当传承落去，特别举办武馆阵头的表演活动。乡长嘛亲身表演，人大动。阮大比咧，这个真正讲的做歌手伫民间啦，一寡老师傅，因这拳头，这姿势，拢非常的正水艳的啦啊，为着要来传承着这个文化咧。大比乡长讲，武术阵头是表示特别的文化，希望讲透过这摆活动，会当予下一代传承武术阵头，嘛好愈来愈多人会当认捌在地文化。 Hello， 我是叶明。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